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圣经读来到尼希米记第10章，这已经毋是只有独独百姓伫迄个中间来起声唱，搁较重要的是，伫咱顶礼拜所讲的经节内底，已经讲起因重新伫上帝面前来认罪。认罪表示对人生生命过去所行过的路站的回顾。认罪表示以色列百姓伫因过去所经历的，重新来思考上帝伫因生命中间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所以伫咱今仔日所读，咱无将所有的经节拢读了，咱只有读28节到30节，总是规章第10章内底去讲起着有真侪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来抗议。然后来回顾上帝怎样伫因的列祖的内底来引带甲带领。伫今仔日的第10章内底，伊讲起上帝啊，你伫早前竞选阮的祖先，伊讲的祖先是啥物啦？亚伯兰。亚伯兰是安那后来改名做亚伯拉罕，亲像雅各后来上帝甲伊赐名叫做啥物？以色列是安怎会当改名？包括伫咱过去咱台湾有真侪的风俗内底，假使若是要去改名，要改爸爸妈妈予伊的迄个名，改去上界原始的迄个名，伊的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要伊的生命会当有重新翻转的机会。我真侪同学拢去改名。我的大学的同学内底有4、5个拢去改名，所以等到阮真久以后，大家伫 Line、伫 Facebook 顶面看到一个人咧拍招呼的时，拢毋知影这个人是啥物，因为伊改变伊的名。是安怎要改名？因为要改变伊的命运。是安怎要改名？因为要将以后所拄到的，要甲过去无共款。所以上帝赐福伫亚伯兰第一个就甲伊改做，伊要叫做亚伯拉罕，要成做列国万族的主，万族的开始。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的祖先得到一个改名，然后伊阁听到讲伊的祖先有困苦甲哀求，即个讲啥物人？听到什么人的困苦甲哀求？以色列百姓伫地困苦，伫埃及地困苦，听见着因的困苦，所以也真正伫迄个中间，通过摩西去带领，咱也真伫即摆的灵修会内底，嘛有去讲着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行40年，然后咱有看到一个地图，迄个地图是对下底行去，然後迦南地伫東邊，結果因往地行，南邊行。伫迄個小小的西奈半島，因會當行40年。有人講，這嘛是世界奇蹟，無簡單。因為迄個所在，要會當行40年無到達，迄也無簡單。所以伫迄個中間，因回憶上帝伫因列祖的中間，甲因帶領。佮帶因伫埃及的追兵的時，過紅海，然後伫曠野行40年，因的衫無破，骹無腫，最後會當子孫入去迦南地得到威業。這是因伫即個中間來體驗。敢有人知影即幅圖所寫的是啥物？伊有看覓？即個是屬靈節氣。即幅圖頂懸所寫的是10條界。10條界，但是伊是用亞蘭文所寫的10條界，這我嘛袂曉讀，我毋知影亞蘭文是正面讀過倒面，倒面讀過正面。若是希伯來文是正面讀過來倒面，亞蘭文有可能嘛是正面讀過來倒面，甲咱的一般的習慣無啥共款。所以因伫即個中間，重新去回憶上帝怎樣伫以色列百姓中間的帶領。但是因特別也去回憶以色列百姓伫領受恩典的後面，因安怎袂記即恩典？是安怎因會袂記即恩典？真趣味。摩西上山要摕石板，要摕10條界，
袂前落来，山骹已经做一个啥物？摩西就西奈山要摕石棒，山骹已经咧创啥？咧做紧。即种的稳定是安怎会袂记即甲遮紧？敢毋是还阁伫遐发生吗？毋是10个灾难，才互以色列百姓来看见，上帝是遮尔咧威严的，是安怎马上伫西奈山，摩西甲去山顶尔，人就伫迄个中间袂记即上帝的稳定，因为人真软弱，人看到的是灾难、痛苦较侪伫稳定，所以因所看的，因毋是看到摩西要去山顶要来刻迄个10条界。因是看到讲摩西去山顶遮久拢无落来，是毋是已经死啊？亲爱兄姐，伫咱生活顶悬，咱所想的是毋是灾难、困苦较侪看到稳定？所以咱袂记伫咱所行的日子的中间，咱所讲出有真侪话伤害人的，比造就人的较侪。咱袂记伫咱生活顶悬，咱事实上应该是爱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但是讲咱拢知，事实上咱讲出来的物件，就是变做埋怨，变做攻击，变做互人绊倒，搁伤害。我想以色列百姓会伫即个中间袂记迄个稳定。伊所讲的毋是只有以色列百姓。伊伫讲的嘛是咱日常生活顶悬咱的个性，所以因以色列会得到太平，若是上界长的太平，大概是伫什么人？伫大卫甲所罗门王中间，因得到真强盛的国度。总是所罗门王了后，国家就分裂，分裂做几个？2个。北边以色列有对几组，还可惜哦。看拜三的，敢阁有人会记一个哦。拜三啊，咱有讲到吼，迄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有几个组？10个组。南国有几个组？2个组。了阁会记的哦，袂歹哦，这真正吼，这是真大的挑战甲刺激。南国有对2个组。便雅悯甲犹大，厉害！便雅悯甲犹大，然后其他的10族拢伫北国，啊北国后来就灭亡，因为惊歹。然后以色列袂记起迄种的稳定，定心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时，是已经落入去对敌的手里，所以以色列已经亡国。尼希米才需要转来伫耶路撒冷，重新起造迄个城墙，互百姓转来到伫耶路撒冷，重新甲上帝立新的约。亲爱兄姐，旧的约若好好，是安怎着爱立新呢？咱中间敢有人租厝的，共租厝的？偌久会当起一摆厝税，美斯拢有真详细的规定，对无？啊，假使啊，若旧的约真好，是安怎新的年爱重新有新的契约，是安怎？一定是有一边想要起嘛，一边需要起嘛，然后另外一边期待伊会当卖起嘛，所以常常伫迄个中间需要有新的契约。新的契约，若有新的契约，表示讲你的厝税甲过去安怎无共款啊？敢有人会共？少啦吼，台湾有啦，真台湾厝税有咧共，台湾有啦。是安怎爱立新的约？因为咱伫旧的约顶悬无法度满足咱的需要，因为伫旧的约的顶悬无法度满足两边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因为旧的约无法度，互人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教育，所以爱建立新的约。但是处理的是，要建立即个新的约，到底是甚物人去建立？是上帝甲咱建立，还是
咱甲上帝建立。这点是真特别，尤其是伫基督徒的身上，咱常常会问讲：上帝啊，你予我的应允敢有改变？有时啊，上帝予咱的应允无一定改变，改变的是啥物啦？是咱家己。但是有时啊，上帝伊所予咱的应允敢会当改变？嘛有可能，因为立约是双方的。毋是你个人，你家己讲你要立什么款的约，就会当有什么款的约。立约是双方的，包括伫咱的信用顶悬，甲上帝来立约，嘛是双方的。上帝啊，你有予我即个应允，然后我愿意用什么话来甲你建立即个新的约。有一个故事，毋是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伫台湾。有一个叫做陈光辉，伊是阿美族的，伊是阿美族的台籍日本兵，阿美族的台籍日本兵，然后伊去烧战，伊去用派去到，这有本来的，毋是干那一个尔即个人去用派去到印尼，伫印尼内底去烧战，结果拍输，拍输了全走。全变做游击队，伫迄个印尼的丛林内底继续咧烧战，然后一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了后，即个人拢无出来，一直伫迄个中间继续秘偌久，秘30年，一直秘甲当人找到伊的时，才发现讲哇，靠有即个日本兵啊，还搁伫树林内底，还搁伫遐咧走。是安怎有即种的代志发生？因为对即个人来讲，伊甲日本人、伊甲印尼人伫迄个中间是一个战争的关系。即个人是台湾人，但是伊所代表的是啥物兵？日本兵。所以伊伫迄个中间是要互台、要互拍、要互伊着爱走的。伊伫树林内底走30年，一直毋知影日本早就已经战败结束，然后伊会当出来，是安怎？因为对伊家己的认知来讲，伊无迄个新的约，伊甲即个世界的约，即个世界已经改变，总是伊甲即个世界的关系无改变。伊还阁掠准伊是日本人，伊还阁掠准伊是日本兵啊。伊还阁掠准，伊爱伫即个树林内底甲人相战，一直毋知影要战到当时。伊甲世界关系无改变，所以需要安怎？需要爱甲上帝、爱甲世界立新的约。亲爱兄姐，咱每一个人拢有咱人生无共款的目标、才能甲跑走的方向。但是当时间在过，时空在改变。年岁在增加，世界也搁咧改变的时，咱有可能爱甲即个世界建立新的关系。咱有需要爱甲咱的囡仔建立新的关系。我会记得，我的查某囝上大汉的迄个打出世的时，我一直咧看。即个囡仔真正我的嘛，一直无感觉，无感觉，毋知影啥会叫做爸爸。毋知影啥会叫做当人当阮弟弟伊结婚的时，有人来甲我讲，真是，你做大伯啊呢？我听无迄啥物意思，是安怎做大伯啊？敢有人知影？是安怎？阮弟弟结婚是安怎我做大伯？因为伫咱的风俗内底，伊的太太爱准伊的囡仔。叫我，所以叫大伯嘛。所以迄个女性是无地位的嘛，伊爱对囡仔叫嘛，叫囡仔叫，所以叫我讲爱叫大伯。我毋知影呢，我毋知影是安怎我叫大伯，我爱做大伯呢。我毋知影我是安怎爱做爸爸呢。这甲阮以前过去，我的经验内底完全无共。以前一个人若饱了，全家饱，若娶某了后，若某好，某讲好，就逐项拢好，只加一个囡仔。加一个囡仔代表啥物？代表我甲即个世界、甲即个囡仔的关系改变。
对伊开始慢慢大汉起来，一直到近10年。我嘛常常爱甲我的囡仔入心的用的是安怎？因为世界在变，因为人的年岁在变，因为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在变。亲爱兄弟，人一生在行的，检采上帝赏赐咱有本来的无共款的用，以及咱人生的目标，总是对着咱所行日子的增加、年岁的增加。咱需要上帝成做咱需要上帝成做咱上帝的所在，无共款。伫我高中的时，我需要上帝；到我现在需要上帝，到我的关系是无共款。我高中的时，我需要上帝，需要啥物？上帝啊，求你互我考试当考学较好。啊，若是真的，我真袂向上帝安尼求讲，你互我考试考较好。总是我会向上帝讲，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知影要安怎做爸，要安怎做老爸。因为人的关系无共，人甲细汉的关系无共，特别是人所拄着的困难甲苦难也无共。所以保罗伊伫哥林多后书12章伊来讲着，为着即件代志，我3摆求主将即个市离开我。伊咧讲啥物？我的人生，我已经是一个真有读册、真有学问的人。总是我的人生有一支刺，插互我伫遐喘袂过去。圣经内底无交代，无写讲保罗到底拄着甚物款的刺。但是有人伫遐咧摇，可能是因为伊目睭歹无看；有人咧摇，有可能是伊身体健康出问题。有人咧摇，可能是伊人生的担受过重，想要请上帝会当伫迄个中间，互伊会当得到头发。结果伊伫即个中间所写的讲，为着即个代志，我3摆求叫主，叫即个刺通离开我。结果咧，伊对我讲，我的恩典够也有用，因为我的能力是显明伫人的软弱顶悬，显得完全。内底即句话所讲的是啥物？即句话所讲的，伊所代表的，就是人伫上帝面前若软弱，上帝要互伊的恩典就若伟大。今仔日人若是有够野伫上帝面前，我逐项拢毋免讨。但是保罗伫即个中间，伊讲伊所骄傲的是啥物？伊所骄傲的是伊的软弱，伊心智的软弱，伊身体的软弱。伊骄傲，伊伫人生顶悬有真侪无够野。虽然咱拢知影，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人，总是伊伫人伫上帝面前，犹原要用软弱来成做伊的骄傲，因为伊的软弱愈大，伊所得到的恩典就愈大。所以保罗伊所评判的，伊伫人的面前所摆列的是啥物？是摆列讲。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你今仔日看到的保罗会当安尼，拢是上帝的恩典。保罗伫即个中间，伊重新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新的解说。伊的解说就是上帝的恩典要伫甚物款的人的身上显明哪大，毋是伫勇壮的人身上，是伫软弱的人身上。亲爱兄弟。你伫人的面前所要摆列的，是你的勇壮，还是你的软弱？咱想要伫上帝面前，要得到较济的恩典，还是要得到人较济的评判？保罗伫即个中间，重新互咱有一个新的观念，是安怎咱需要甲上帝联络，是安怎爱重新伫迄个用。就是因为我比过去有搁较济软弱，所以我要向上帝求讨搁较济恩典。所以上帝啊，请你互我搁较济恩典，我要重新甲你联络，我要重新来付出，我会当付出的，伫你的面前来使用我，然后我要恳求你搁较济、搁较大的恩典教给我用。这是即支刺，每一个人拢有，只不过你有看到即支刺。
将即支刺摆伫上帝面前，这刺有啥物？有个人真惊吓，家己心内足惊的代志。我拢会记，阮兜若是咧拿来遮无偌久，所以拢会看迄个影集，即个英文的影集，互囡仔一定听力。老师虽然安尼讲，我嘛知影看影集会当增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拢感觉足奇怪，我已经看30-40年，我的英文拢无进步。我毋知影因是安怎看，但是我看因真正是看到迄个影集一直咧进步。但是你若伫阮兜看到电视咧放，然后开始有囡仔伫遐走来走去，迄代表啥？有囡仔伫遐走来走去，在客厅里面这样跑来跑去，躲来躲去，钻来钻去，迄毋是咧耍呢？迄表示伊伫电视内底看到伊会惊的物件。伊看到迄个物件会惊，所以安怎走去味？走去味，佮足想要知影到底因安怎，所以佮伫遐探头，佮伫遐走来走去。你全看到一只、两只，全伫遐咧踅玲珑，伫遐咧走来走去。这情形甲因细汉完全无共款。因细汉会安尼走来走去，通常拢是要放尿，然后全伫遐走来走去。但是真无共啊，真看到因走来走去，就知影。因看到会惊的物件，亲爱兄弟，你会惊的物件有偌济？我毋知，真侪人真勇壮，真侪人逐项拢无惊，敢若惊找袂着伊会惊的物件尔。有个人家己心内有真侪惊吓，迄种的惊吓有时啊是惊孤单，迄种的惊吓有时啊是无安全感。迄种的惊吓有时啊是因为惊人无要插我，迄种的惊吓是惊我找袂到我的舞台，找袂到我的角色。迄种的惊是心内一个空虚的惊。咱每一个人加减减，拢会伫即个中间来拄着。总是当咱拄着的时，咱用什么款的心态来面对？上帝啊，你知我，你知我是即种样。所以恳求你想事搁较侪稳定，即个中间，互我的心内无惊。咱会惊啥物？会惊身体艰苦。我拢会记得，我之前伫矫情咧牧会时，一摆无细字，我掠阵亲像安尼闪着迄种的感觉，啪一个，然后人全袂动，疼甲袂行。我的厝边，教会厝边。全请伊入来帮我从2楼插落1楼，然后坐车去病院去注射，无我拢袂顶当，含等都袂顶当。然后迄摆转来了，好佳哉，我有一个祖囝，足认真咧甲我顾，我拢袂顶当，所以讲爸爸你要啉水就甲我摕水，爸爸你会寒就甲我摕被，爸爸你需要啥我拢甲你用。爸爸我足爱安尼咧，我足爱你疗伤咧，你疗伤倒的我就知影我要创啥货啊。我听的要笑也毋是，要艰苦也毋是因为我足疼的呢。但是阮祖囝的意思是讲爸爸你伫遐艰苦，所以我就知影我会当为你做啥。但是咱要安怎面对咱家己人的软弱，特别是身体顶悬的软弱。有个人一生拢真勇壮，有个人一生身体拢真软弱。有个人伫人年岁增加的中间，咱身体状况嘛会改变。有个人身体无啥物问题，但是一直咧求问讲上帝啊，你当时咧接我去。每一个人对咱身躯的软弱所需要的拢无共款，只有上帝知。无共款的年岁要安怎甲上帝来建立无共款的约定？上帝啊！你怎样伫我软弱的中间来补助我无够？人也会有真侪刺伫咱身躯边。有时迄个工作的面面袂歹，但是内底有一个同事就够讨厌。若看到伊就气到要死。若莫看到伊其实公司还阁是袂歹。上帝啊，你怎样帮助我？互我看到迄个公司的好，互我毋通受到迄个讨厌的人的影响。上帝啊，
你怎样，互我有更较广大的心胸，会当伫迄个中间来看见你所想事我的美好。咱拢真爱甲上帝来求讨，上帝啊，你若互我100分的物件，不要给我残缺的啦。你若要赏赐我，你就赏赐我一个够够雅雅，互我欢喜头笑迄种。但是咱怎样伫咱爱甲无爱中间，伫稳定甲所咱身躯的刺的顶悬，要安怎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伫咱的刺的中间，咱嘛有可能伫人甲人的中间，是人甲意见无共的人做伙，有时啊真艰苦。明明就是同恶拢真好，但是只要讲到某一个议题，无讲搁好，若讲咧到底就听话。咱要安怎学习甲意见无共的人做伙，会当伫迄个中间悠然亲像一个上帝赐福稳定的人，会当继续行咱头前的路程。咱需要的稳定真济啊！咱需要上帝，咱需要甲上帝定心立约，因为咱人生所行的阶段无共，所以咱需要因为背后的即支刺，定心甲上帝来立新的约，帮助咱行过迄个大刺的人生。咱的人生无完美，有真济的刺伫咱的生命中间，都是主啊！求你稳定赐福，互我会当行过大刺的人生，总是毋通成做倒撇的人生，毋通对疼相对，毋通对无好就相对。咱伫迄个中间，定心成做一个亲像士师，亲像祭司，亲像先知。咱专心仰望伫上帝，然后去掉咱的目标，一直向头前来走。人生无完美，总是心人来力量，甲上帝力量，是要定心找转来到上帝面前的路。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所行的，拢是有一日咱要见主的日，总是当咱受到世间的引诱来走歪错的时。咱可能找无咱原来的路，但是主啊，上帝啊，求你互我有机会甲你定心立约，亲像尼希米带着以色列百姓，定心呼召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去做祭坛，去做城墙，去做圣殿，然后伫1000年以后，伫你我的目睭前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定心徛在伫世界中间，尼希米一定知影，伊当初时所起的城墙对以色列百姓有偌尼大的影响。但是假使无伊迄当时所起造的城墙，将人定心靠倒来到伫上帝面前，认罪定心立约来守主的教示的时，可能今仔日咱看袂到以色列的即个国家。甲上帝立约，是为着要定心找转来到上帝面前的路。亲爱的兄弟，你找着啊？什么人爱立约？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在内底，伊所讲，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顾问的、唱歌的，拢总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还佫有包括遐归顺上帝律法的。服侍上帝的人，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然后固守伫上帝百姓归服上帝。而遮所讲的意思，应该是有受割礼的。若是对咱的意思，应该是你有洗礼，有洗礼的，已经甲即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也佫包括因的母囝、兄弟，拢总定心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然后定心。这真趣味啊！这个所立的约不是个人的，这个立的约是团体的。这个立的约不是我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我爱向上帝讨啥物的。这个约不是我爱有啥物款的义，互上帝当赏赐互我。总是这个约所讲的，是讨着一个团体中间所需要的公义。什么话叫做公义？公义就是对即个团体的人，
对即群人有好的帮衬甲对的代志，毋是个人的。今仔日咱的信仰，重新回过头来看，信仰毋是个人的，信仰是团体的。只有独独伫团体内底，甲上帝重新入约，上帝才有束缚伫即个中间，久久长长直到万世。遵守诫命，归向上帝，面对家己的市，这是人伫一个群体内底会当重新甲上帝入约一个上界基本的态度。咱来到伫即个团体内底，毋是因为即个团体会当暗藏我的市，是因为来到即个团体内底，有兄弟姊妹会当帮助我来面对我的市。伫我软弱无法度遵守诫命，伫我想要离开上帝时，还阁有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中间互相提醒、互相扶持，来帮助我面对我家己的市。亲爱的兄弟，有的人来到伫教会，是为着无要互人看见我的缺点，但是今仔日咱伫教会，是因为要有兄弟姊妹帮助咱家己本身。来搬过家己的缺点，愿咱伫即个中间重新学到一个真深的人生的功课。即种的功课无啥物好话，即种的功课毋是要甲人讲，上帝要束缚你，你逐项代志拢会顺遂。即款的功课是要甲咱讲，伫咱人生所行的路站，假使无面对咱家己所拄着的刺。交托上帝，咱需要上帝通过恩典帮助咱行过迄个大刺的人生，总是互咱成做一个基督徒，毋通成做倒撇的人生。这个所在是要互咱通过兄弟姊妹甲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帮助咱每一个人面对咱家己人生所大的事，愿上帝甲咱三个面地，互咱的人生是真做迄个欢喜快乐、赢过大市的人生的开始。咱三个面地，听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让阮看见你带以色列百姓重新转来到伫上帝你的圣城耶路撒冷来起造城墙，来互众人重新伫上帝的面前来入新的约的时，我嘛恳求你，互阮甲你来入新的约。你知阮拄着的挑战有偌尼大，你知阮所需要的欠缺有偌尼深。你知阮所面对的问题有偌尼宽，阮无法度用阮家己的气力来赢过阮所有一切拄着的挑战。总是阮恳求你，互阮通过甲你入新的约，你要有搁较济、搁较新的恩典临到伫阮的身上。主求你来帮助阮，当阮哪来哪软弱，阮的心智哪来哪消沉的时，主阮所看见的。是阮伫你面前的愿意，互你赏赐搁较侪恩典，甲阮三个面地。主当阮伫阮所行的路顶悬，哪行哪无自信，哪行哪无气力，阮恳求你，互阮看见迄条最后一条上界重要的路。袂当互阮面对上帝的了路，主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阮将阮的心意摆咧你的面前，求你使阮怜悯赐福伫阮，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